今日咧帶大家過嚟嘉路酒店呢度飲早茶，嘉路茶樓。OK， 我哋入去入邊睇睇先。丘比特係嘛？丘比特啊 ，OK。冇人開門，自己開喎。歷史悠久啊，歷史悠久，06年嘅9月份。呢度飲早茶啊。同样很重要的设备，比如说设备分类里面，你很重要的设备，不是说很重要的设备都是最高级的，对不对？它很重要的设备里面也有。怎么了？